嚟到呢度養老咧，條件都真係好好啊，真係適應啦老人家。好舒服咯，個人喺度住得好輕鬆咯，呢種生活簡直係好開心到不可思議。今年中山兩會，多位政協委員建議中山發揮自身優勢，對接香港需求。深中通道通車之後，嚟中山跨境養老成為咗不少香港老人嘅新選擇。6月19號，位於火炬高新區怡康老年服務中心，廣東院舍照顧服務計劃專屬照顧區全面改組完成。2024年，由香港社會福利署推出嘅廣東院舍照顧服務計劃喺中山正式落地，喺香港輪候緊資助護理安老床位嘅老人家有咗新嘅選擇。嚟到我哋呢度入住嘅第一位長者咧，係喺2024年12月12號正式通過院舍計劃嚟到我哋呢個院舍入住嘅，因應港風嘅一個文化嚟裝修嘅，大概可以容納36個床位嘅。嚟到呢度以後咧，我都影咗好多相啊，發咗俾啲老朋友啊。我太太嚟咗之後啦，哎呀，好過買個大別墅啊！我都同啲仔女講啊，你哋唔使擔心呢邊啦，係嘛？你哋做好自己嘅嘢，搞好自己嘅生活，就得閒啦，有假期啦，咁你就順便探下我哋得㗎啦。我哋真係揾到我哋嘅晚年嘅嗰個歸路啦。隨住香港邁入中度老年化社會，港商陸柏恩看到咗呢個趨勢。幾年前，佢嚟到中山，喺黃金地段佈局跨境養老嘅新賽道。睇過好多城市，覺得中山係比較適合。第一，呢度嘅文化啦、飲食啦，或者係語言嘅文化啦，即係好切合到我哋香港人嘅需要。而且呢度嘅生活價格指數係比較低嘅。咁由22年開始就嚟到而家啦。入住嘅老人家包括有旅居嘅，有長居嘅，得大概有50人到啦。咁大部分都係香港人或者係華僑。出入好自由，咁樓上樓下咁又有超市買嘢，樣樣都好方便。又有個團隊話10幾人服侍我喎，喺度住得好輕鬆咯，你冇後顧之憂。呢種生活簡直係好開心到不可思議。